滿綠嘅翡翠就係好貴，但係花青就係一個例外。花青翡翠係半透明嘅，佢整體呈現綠色，如絲如毛，有啲斑點狀交織埋一齊嘅。錢錢今次咧設計咗一款國風翡翠嘅題材，就係主要用咗花青翡翠，因為佢底都係墨綠色，顏色深淺不一，就好似大自然嘅畫師喺一張宣紙上揮筆如墨咁樣，好迷人，令人陶醉。喺黃金包裝嘅基礎上咧，用天然嘅南非鑽做咗唔同嘅字母，好適合大家送俾唔同嘅人。好似我叫錢錢，咁我今日戴住就係一個 Q 字啦。其實早喺1925年，知名嘅奢侈品牌 Cartier 就已經用花青翡翠作為佢高端珠寶嘅材料，因為花青翡翠好有東方韻味。呢個亦都可能係我哋嘅女神劉亦菲都中意戴嗰啲花青翡翠嘅原因。如果你中意滿綠翡翠，又中意國風感，花青一定係首選。最近錢錢發現咧，唔少姐姐中意戴黃金，咁黃金嘅鏈配戴黃金包裝嘅翡翠，高貴感就滿滿啦。中國印象，國風傳承，係錢錢做呢款設計嘅初心。你個名或者你想送俾嘅人嘅名係邊個字母？不妨喺評論區留言俾錢錢，關注錢錢買翡翠唔踩坑。